來菜 Q 了，客際談。講你喵講，張講你喵談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切。阿盧，今日來講乜嘢呢？今日來看一則新聞啊，安哥羅這半年大。安哥羅這乜年？還有那個，哎呀，還有一個你冇睇過你唔知咯？你上 YouTube 都唔知啫呢，來今日咧就講下嘢新聞啦，你發生咩事？做咩好睇看事咧？做乜講嘅新聞呢？其實咧，睇拍我拿出來講咧，又係因為見下大家人民拍，見下嗰個 COVID-19 啱麻煩。全世界唔係幾萬就係幾百萬人民拍那個東西呀，所以咧有這個機會來講下咯，做埋呢樣，你看下西方國家在佢幾廿年以來，有時候會做啲新聞來，好像搬呢度人民個好像歡喜嗰啲線，然後你想講過日子嘅那種，最好方法係買咧，就做一啲麻煩事情啦。呀，尤其是見下就好像開頭就在中國來弄那個片那樣，就趁個機會來針對亞洲嘅人，然後可惜通通都係黃種人啦，就係弄安置草模嚇，然後咧。聽你講安哥羅這做埋咧，哇真係凄慘，出路看不人家打，而且其實咧也係好難講乜原因啦，因為見下新聞都是係可能講佢，可能就搬，因為而係黃種人嘛，要在。而係馬來西亞人。哦。呀。喺度啲新聞，嗰種新聞係弄事啦，不過講真有時候看到有種內國人嚟弄本啊，所以也唔懂咗乜。關內國一地方嘅。係咯，有種去過係同埋做工啊，係冇？唔知冇啊，就偷時就去查咗啲嘢啦。不過咧話，而就就是就黃澤就內國人用啊，有時候就唔望埋面拍啫嘛，都去過都嗰種半年啊，學一半年大咁嘅奇怪咯啫。因為而且咧就首先睇下一啲啦，我哋做乜出名咧？即係講下炒飯嘅事情啊，講下炒飯炒到暗奇怪，炒到暗騎呢種東西啊，即係，然後咧，其實咧喺柬埔寨咧唔係因為見那嗰個 BBC 節目做節目嗰個原來搞笑嘅結果半對方咧 fans 大，其實應該唔係咁樣啦。不過反而係咁我個槍係因為。對啦 ，COVID-19 又係黃種人又比較大咁啦，所以咧就係講就你看啦，而新聞嗰種事啊，而也要佢本身也係要講啦，即係而猜啦，就應該係因為嘅 COVID-19 要同因為要係黃種人有關係，然後咧你講咧其實係師傅唔好嘅啦，希望咧咩啊，其實而係講好彩對方唔係得後班喺打交嗰啲啊。就新聞來看咧，而就係再會嘅就爽一啲啦，我再冇法咧話，就真係係凄慘，就可能你買醫院啦，真係。然後而家要講，而家係唔識得啲打演員，而家唔懂咗咪該愛半打，就講我識咗啲啦，因為冇咪我講都係愛見過police 買啊嘛，然後咧你當佢真係唔係好幸運咯，因為咧啲玻璃黐到有卡，摩托鞋就揼呢啲。嚴重。呀，難講嚴重啲啦，不過咧而係要寫水咯。嗰個 police 跌到嚴喎，有人出名。其實跌到，個 police 跌到，不過有時候拖鞋揼人家有時候就也係難怪啦，因為唔係真年都跌啊嘛。個 police 跌到1萬年喎。跌到，如果講埋個 police 手上也係嘢 fans 分啊。冇，應該 sorry 唔係 fans 係要日跌到就記得 YouTuber 咁樣，就中招啦，就好似安哥羅這咁樣。其實咧，也係上個禮拜嘅新聞咧，也係一下看到嘅嗰種發生嘅事情。就其實一路來咧係冇買上愛拿來做成一隻 video，係咧，我感覺到係就好睇件事，因為其實新聞嘛，懂嘅人都應該唔要去。因為講新聞是係真嘅，但係問題係我嗱當成一個事情來
放出去咁唔爽咧，一種情緒嘛。但你見下看到哇，連種出名嘅人也冇做到買隨時，一年也半年也打，就感覺到好唔大咯，就係你看下，而咧而後賽而喺講比賽路行，然後咧就半一陣年打，然後而係要講話後賽嘅年咩後班啊打交嘅，冇法而就係平嘢嚟咯，就係啊。然後而係要講到幾樣東西，就係咁啊，所有東西我真係會接定來嘅。咪咧，因為你都知道啊，你從那國你半年打，你就導師真係最後一出嘅咧方向就係你要去打翻要潛呢個 police 位嘛，報警啊，你喊唔來，你到導師會送你屋企去來同你錄你嘅口供嚟嘛，然後咧哇，就真係講好，已經半年打了，但係係好實情啊。伊每次咧就喺度玻璃室也是接觸人係塔呢嘢喎。其實呢個玻璃室係冇惡意嘅啦，就係有時候內卷有關嘅。然後咧而家其實阿個老仔也冇嫌買啦，即係講下咁咯。係啊，其實咧在呢個新聞，在當時係突嘅新聞，其實關面通又要試下幾樣東西，就係有啲呢度啊。一做嘅年菜內國，有時候伊都唔曬出去吃啊嘛，然後咧有時候叫去 supermarket 一下都會半年搶半年打那種，有到行啲細路過嗰陣，首先其他種嘅新聞在6年以來一天係唔少嘅，時常都會在唔同嘅地方都會有看到啲詩啊，出去寫那種新聞嚟寫。咁落咗喺人物街咧。安哥羅這咧，其實咧，我介紹下佢啦，應該，喏，佢本身就講最近嘅啦，就講最近佢最出名嘅東西就係講炒飯嘅事情。唔知道應該唔應該喊做批評啊，不過你那 BBC 嘅連炒飯炒得好神奇。真係講，相信童年有啲做東西嘅都會感覺到，哇！你嘅喊炒飯係咧做飯餅。佢攞嚟搞笑啊！係的確拿嚟搞笑，但係是也冇咩。對嘅，然後咧到後面出，即係個 video 在講係出名到人咧一隻主食好料嘅，Gordon Ramsay 對，你而家講啊，弄炒飯對冇啊，冇啊，你應該有啲啦呀。所以其實你講啦，而做嘅 video 也真係係要帶動到一啲呢度東西，日本嗰種出名嘅人也來做來合作一齊做一啲搞笑嘅東西咁樣，所以其實真正嚟講，講話到嗰位嘅煮食嘅文化啦。對，我翻我佢哋煮食好奇怪個炒飯，佢哋出街煮飯又好奇怪，佢哋方法，佢哋覺得煮飯好難咧。就那個老多也係好似意大利麵嘛，就是麵包嗰度啊嘛，係冇。但係你食飯啊，一講叫飯叫做食包啊咧，或者麵人睇包唔同啊。不過有時候講食飯又係真係幾神奇，嗰年年食啲飯同話都。同年食飯又唔同，煮法又冇咩咁好搶啊。生嘅麵，如果生在日本嘅麵又係啱釀，但係生到泰國嘅香麵又鹹又香。那就真係神奇，所以咱做出來嘅東西自然就唔同咯，係咯。不過係希望同大家講咧，就見下要其實係咧心即係過唔去嘅話咧，要愛去潛對嘅方式咯，有時候多啲去同人家講話。然後再練到自己對情緒嘅一種控制，咁樣嚇。咁你叫到每個人係半帶動嘅嘛情緒，叫到覺得係將離開咁樣喎。首先咧，首先在叫到個 video 杯也一天有啲個前場嘅人咧，叫到唔要你如講師傅講嘅就一定係難嘅，因為你真係你靠自己來判斷啊嘛。但係係希望講係你要個前場嘅人，至少留意下自己身邊嘅人，要自己做嘢。黃種年都愛保護自己咯。係，首先內國也要唔少嘅講客家話，叫做也就盡量保護好自己啦。其他嘅時候，好啦，就咁先啦。中意阿調嘅話咧，就冇問 like 訂閱 subscribe，然後還要開啟小鈴鐺。
記得要買東西下載落來網上咧，就慢慢你再找打。